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各位观众，欢迎收看11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让游客在咱台南观光更加方便，市政府在中西区、北区的古迹以及热门景点，特别推出虎城观光巡回巴士，上午正式举办启动仪式。交通局表示，对今仔开始到12月31号拢完全免费。一直到明年才会推出一天的票价，无限几摆的上下车拢只要50块。台南一直拢是国内外观光客上爱的城市之一，为了让游客更加便利，市府嘛积极规划相关的政策。现在嘛推出虎城观光巡回巴士，串联中西区甲北区的古迹甲热门景点，加上火车头甲各大停车场拢伫路线当中，同时嘛提供密集的班次。1号上午，伫台北市长李梦燕甲立法委员黄伟哲的见证之下，正式启动。到年底进前拢是免费的。未来嘛将规划一日券50块、无限次数的方式，相信会使提供游客一个游玩台南的新选择。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观光巡回巴士，它是比较班次密集，是20分钟一班，那么会串联我们在台南中西区、北区一些重要的这个历史的古迹，还有景点，还有重要的美食的聚落。以及重要的交通的要点，譬如说台南车站，还有几个大型的停车的空间哈。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光巴士、巡回巴士的一个启用，鼓励更多来台南的观光客，不管你是坐大众运输来，或者是自己开车来，那么都能够把比如在台南车站就搭乘我们的这个巡回巴士，那么可以不限次数的上下。那么可以这样的非常轻松非常容易的来游历在台南观光旅游。交通局表示，台湾后新的观光巴士行的路线较长，相同的观光巴士是有专人的导览。虎城观光巴士是班次较密集，以中央社区为主，路线甲佚佗的方式拢有无同，也拄好观光巡回巴士启动的时间拄到宝可梦的活动。市府嘛欢迎所有来抓宝的民众会使多多使用。同时，嘛会使伫台南的景点行看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长候选人黄伟哲被指控涉嫌关税大葱百货违法进口日本核载食品一案，上午再次声援其他3位市长候选人，包括苏焕智、高淑珀甲林义峰攻击的焦点。对此，黄伟哲回应，已经尽力司法，希望各候选人唔通各用政治力来干涉司法。市长候选人苏焕智延续进前到台北地检署针对大葱案控告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以后，上午伫新台东民主连线成员高中义甲陈志峰陪同提出刑诉状，再次指责黄伟哲伫马英九执政时期，除了以立委的身份向经济部施加压力，嘛替厂商斗相共关税伫量化成立，靠说伊哪里笼统。红的马甲到底伫中国是靠谁？真正是非常有力的老实人。连中国大陆它都可以瞧，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关啊相关的通关，它都可以瞧，所以的确就是变成红蓝绿通吃啊。黄伟哲除了过去伊的政治前辈苏焕智一直录大葱案，包括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高淑珀，嘛因为之前黄伟哲对于提出违反选罢法定告诉，嘛互伊上午按铃提出诬告，强调伊所有指控拢属实。这些都是事实，他只不过现在是愿检不动作，他躲在这个后面，所以事实相关的事实在法律上没有去厘清，好，所以。他就继续的躲在这后面。另外，无党籍市长候选人林义峰上午嘛按铃控告，要求黄伟哲退党，保掉民进党清廉的看板。对此，第一时间黄伟哲就表示莫名其妙，但已经尽力司法程序，就让司法归司法，选举归选举。
企图用政治力量来干涉司法，这已经违背民主价值。既然一无施压，二无这个违法，公务员无违法，那我们有什么罪？更何况我们还是，即便证据已经这么明确，我们是清白的，我们还是尊重司法的调查。那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选举的期间来做这样的抹黑？我觉得其实这点才是让人家觉得遗憾的事情。每天被指控涉嫌关税大冲案的上午不约而同成为其他3位市长候选人攻击的焦点，后续的效应有待观察。电新闻管制采访报道。配合台湾购物节引起全球热点的宝可梦，其中限定的宝贝对今仔1号开始到5号将伫大台南出现。对此，市长候选人黄伟哲配合活动，伫这几天嘛提供专车，对伊的城市愿景馆、到火车站以及机密博物馆拢完全免费，就希望互所有玩家生日欢喜。看好全球的热潮，精灵宝可梦的游戏，市府伫今年台南购物节，首次甲游戏公司配合，将伫个10月1号到5号，邀请游戏的爱好者到台南抓宝。而本身嘛是宝可梦迷的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上午嘛特别召开记者会，会中表示将要伫这几天提供免费专车，负责对伊的城市愿景馆、到火车站、甲机密博物馆的接驳。大家知道，宝可梦从今天11月1号到10月5号，真的要来台南，很多新的宝物会出现，也很多宝可梦迷也都会慕名而来。那我们的我们的愿景馆也不能够在置身在这个浪潮之外，所以我们今天在宣布，我们就会对一些为台南的观光业尽一份心力，也就是我们对宝可梦的一些朋友们，能够提供一些服务。第一个，我们提供交通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会提供往来愿景馆跟台南火车站跟奇美博物馆那边的交通车，就是说，如果一些人他要去追宝的话，那尤其外地的人，他交通不方便，又怕停车不好停，那可以请来搭乘我们的专车。第二个，我们会在愿景馆、在奇美博物馆撒花。撒花的意思是说，有补充更多能量，而且让这个宝物会出现，怪会出现，所以怪物出现的几率会提高。那这个部分撒花的费用跟交通的费用都是由我们自己来支出来吸收。那总是希望宝可梦迷们来台南能够尽兴，能够抓好抓满，能够玩得开心，这点是我们在很繁忙的选举过程中能够尽了一点绵薄的小心力。除了免费接驳，另外伫个机密博物馆的美食摊位，黄伟哲嘛将提供免费的手机充电，并且助力无定时伫个现场撒花，希望让所有宝可梦玩家会用耍甲真欢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南区甲安平区议员候选人吕维印对9月发表竞选歌曲《维印》伫遮的舞蹈表演以后，得到真侪好评。小五团队进一步发表 MV， 影片当中，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甲立委林俊宪嘛共齐用跳来跳脱传统，希望用创意活力来行销地方。距离选战只剩3礼拜外，民进党南区、安平区的议员候选人吕维印，自投入选战以来，就不断求新求变。伫个上午的 MV 发表，就将欢乐甲在地风情融入去选举，希望用热情甲活力继续为南区、安平区来打拼。从这个 MV 里面，其实也是想要让人家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政治不是这么的传统，政治不是这么的这个严肃，政治也是其实是可以用很活泼的方式去呈现。那里面的这个维印底下的 MV， 包括在过去维印在这个南区安平区它这个活动记录的过程，然后里面也包括很多南区安平区这个很漂亮美丽的一些景点。那所以我想，除了本身在选举之外，身为一个民意代表，身为一个代议士，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透过这个选举，也能够让其他区的人能够知道南区安平区漂亮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进一步能行销南区跟这个安平区。影片中不但有民进党议员同事的加入，就连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甲立委林俊宪，
嘛拢为回应来徛台，并手持献舞。杜家人画这个 MV 啊，它的编剧、拍摄、演出，我们都是自己来，展现了微影团队的创意以及活力。它这个影片里面，其实它主要在告诉大家南区、安平区，你看还是有那么多漂亮的地方，你一定不知道。那同时呢，我跟伟哲这个全力支持微影所以跳日舞不算什么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选民能够了解、注意到我们柳印议员来让他这一次能够高票连任当选。真的让我非常惊艳，除了我自己的舞姿之外，那段是希望大家忘了它，但是可以记得这个痛苦会过去，美好会留下。我那个是痛苦的，那把美好的都要留下来。那最重要的是微影作为民进党的可以说最年轻的政治精英可以说他从这个 MV 就可以看到，是最没有选举味的选举影片，最没有政治味的政治诉求。它里面你看它的歌词都写后洋强，这个如果我们传统的政治什么的共同啦，后洋强后洋改，可是他用这个年轻人容易接受，把民进党的精神、民意代表的精神，用年轻人可以接受的语言跟表达方式来传达，这个都是很强的地方。吕维英除了感谢政治前辈的热心相助，另外整个影片的完成，嘛感谢原理相传加家己家后的幕后剪接，让民众会用看到政治人物无同的一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用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了，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老梗哎，你在客套什么？吹蜡烛，吹蜡烛。耶！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那样。你们两个上不了什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们点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启荣，告诉老师，他们两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强他们两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一千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一，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私伪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
4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有话告诉你。什么话？就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讲到上课的故事，不管是倒一个年龄，拢一定有属于家己的回忆。所以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规划了相关上课的展览，这是对日本时代到现代教育的相关物品，参像课本啊、文具，或是笔记等等，相当值得回忆。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大家应该拢知影爱上课啊。但现在其实毋是要去学校上课，这是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别规划近现代教育特展。这个展览嘛，将整个博物馆规划做校园的感觉，互所有的民众拢会使伫遮找到家己上课的回忆。现场展示了对日本统治时期到现代的教育相关物品、课本、文具、制服等等。安尼的展览除了互大家回忆去上课的时间以外，其实嘛是要探讨教育对人的影响。我们其实希望借着特展，能够去回应，其实每个人都读过书，好，那其实是我们的生命记忆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好，那但是其实教育除了对于个人之外，那到底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意义是什么？那近代教育的引进，在这100年来，其实是由这个近代政府所引进的嘛，好，所以它当然有一些基于统治上的目的，希望你了解什么，希望你认识什么。那这些其实到最后都对整个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等等都是有帮助的。那这个体制它当然要寻求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让这个成果最后达到目的。所以当然我们就有考试啦等等的。那最后它所形成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台湾这个社会成为一个以学历去衡量人的能力的社会嘛。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读书很重要。那第二个当然很重要的是，更普遍的来说，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跟这个受教育的过程有很大的影响。这届的展览当中，嘛有侪互动式的设计，同时嘛有利用数位保存的方式，将过去台南学校毕业纪念册、甲校园生活的相片，利用地理定位的方式，建立了校园生活记忆库。目前已经完成2000几张的资料整理。台湾历史博物馆嘛邀请大家共同参与这教育记忆的建构。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安平苗秀宫距离顶一摆造就已经超过半世纪，这次配合吉安王朝庙方特别邀请王尊师傅陈金良来进行修复。伫修复过程当中，发现尊称的架板是真罕见的牛樟木。检破该尊至少有150年历史，嘛有修复一切拢依照古法来进行。位伫安平古堡街的苗秀宫，主事保生大帝，距离顶届造就超过50年。即届配合吉安王朝、大天顺守王尊、金万安好，庙方嘛特别邀请王尊师傅陈金良进行维修。伫个修复过程，金良师嘛意外发现，伫个尊底总共13个尊称。而且尊称的架板拢是难得的牛樟材质。这只金万安路151年的老王尊，会使讲形体上水，上庄严，嘛上大只的这个上久的王尊。所以这只尊我也足感谢苗秀宫这管理委员的，会当继续那个维护。那个整修，这个我来修
发现着讲，这个船舱内底的这个国产版，因为这150几吨，嘛无传落来呢，无传落来讲啊，这船仔内底就是牛樟木，庙里的人嘛拢唔知影。是这回我甲这外邦拆落来了后，较去发现着讲，遐岛舱10几层拢是牛樟木，我有咧甲庙里报告，庙里有人有起来看，所以讲即阵遐木材就对啦无价之宝啦。金龙狮不但将金万安河称作老师，因为伊不但是现有年纪上久，而且嘛上精致加上大只的王船之一，船长大约29尺六，而且船头狮佫是传统的开喙狮。伫咧海上航行有制雪加阵风的功能，为了保留传统的风貌，船底只留白色底，袂阁做彩画，一切依照传统的古法修复。目前正伫船底用三仔丝做连篷的工作，预计后个月中公船就会来出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济云有时乌阴，短暂阵好天气，温度21度到28度，海面平均风力9级到10级，上大阵风12级。介绍收看11月1号的中港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